大家好，我是郭英瑜。我的个性较趣味，头一摆见面我会少外骨的，少侪话讲。常常有人问我讲，是安怎要做一个演员？其实这个问题我到即马嘛咧问我家己。有的时阵，你只做一个角色，迄个情绪伫你的身躯流过去，你就会知影讲啊，这就是我爱的。啊，毋过我即马甲你拜托。我拜托你回我的批。另外，我嘛是一个小抽仔医生，阮会去病院陪伴时大甲囡仔，因为这份工课，互我搁较相信表演，伊毋但是舞台顶的光，伊搁较是一种陪伴。我真爱佚佗，我希望会当用这种伫咧世间逍遥自在的精神，互人看到我身躯顶真诚、甲欢喜、甲真心的力量。多谢。